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7 AM 新闻，我是卡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郭台铭当日拼连署，南部传出有人用钱买连署书，检调稽查了后，民进党高雄市党部省长的这名委员以30万交保。新光病院宣布，对后个月开始轮3班的护理人员会加薪水1680块，新入来人员一个月要43680块。国防部长公布，中国的山东南2经过8次海劫，也有35台中国军机吊带，1台中国4型无人机射台湾一节。昨天参选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伫各地头进行连署行动，北部的连署站逼出涉嫌开钱卖雇主的证据了后，伫高雄屏东也传出以200到1000块的行情卖连署书。目前检调约谈超过20个人，其中民进党高雄市党部省长的这执行委员以30万交保。郭台铭电影表示讲，经过清查，这寡拢是非官方的连署点。呼吁检调该办就爱办。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高雄的连署总站有民众来连署，工作人员是真低调，其他媒体入去内底翕，都惊阁有争议。因为高边的检调单位拢收到证据，有人涉嫌以每一份200块至1000块不等的金额来换连署书。本属于近日接获屏东县潮州地区，有以现金新台币200元不等价格换取某总统候选人联署书之情资。屏东有3个人防收押。高雄有19个人涉案，一个姓张的女性，伊兼市政顾问，嘛是高雄市小养志工协会总团长，甲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执行委员，嘛伫约谈的名单内底。先后以30万交保，也那另外一个姓张的被告是从裁定收押。其实这是他个人的行为，至于本党当然是从严处理。民进党中央甲高雄市小养志友会拢发声明驳回。也那郭台铭电影嘛强调讲，甲官方的连署站无关系，连署已经伫要收尾，一定会超过法定的条件。毋过连署到呾，湘北、桃园甲高屏小连续有状况，过办怀疑是有心人伫操作，要造成支持者的惊吓，呼吁检调该办就办，该查就查。我们官方的站点都没有问题，这几波事件发生，我们都第一时间的请法务团队到各地的站点。还有各地方窗口去确认，国办严格禁止任何的违法行为。那这一次的总统跟立委的选举，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非常的关键。假讯息的一个查处，还有包括境外势力的这个介选，很重要的一个防治的一个目标。大选伫要到啊，行政署伫安慰护联合指挥所2次正式揭牌，严格阻挡假信息甲境外势力。内政部长林佑昌、警政署长吴明昭、甲各县市的警察局长共同宣示依护选举治安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着天人外因的对象是一个中国人，也传出讲要加入中国的统战组织。另外，网络顶头流传这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的影片，郑文灿已经提过检调也分案调查。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呼吁讲，这查清楚进程呢，外界唔通放声放影。那陆委会主委胡泰山是表示，顶礼拜国家机密保护法已经送到立法院，所有牵涉到机密的人员呢，去到中国香港、澳门，回来拢爱申报。传出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分外前的对象要入去中国的统战组织，防治局讲有可能是间谍。高检署已经分他2案来调查。另外，网络流传疑似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和女性去饭店的影片。郑文灿已经提告相关面册卖种专业。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要大家卖个黑白药。希望这件事情呢，能快尽快的来厘清这个真相哈。啊，我也在这里呼吁呢，少部分的这个人士呢，不必要在真相调查清楚之前再做其他的影射。虽然郑文灿已经严正摆清家己不是影中人，但嘛是引起讨论。哪位质疑讲，这影片的地点有可能是在澳门？对这屈泰山讲，卖唔对的代志，佮故意黑白团，一切拢交予司法机关来调查。郑文灿副院长是有关于澳门的部分现在外传。那个是简介的，所以时间、地点恐怕都还需要再做确认，所以这个是由调查局他们在做。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副院长今天没有到现场来，他没有办法亲自为他。我想这个不要以讹传讹啦。
人委嘛讲，港澳有咱国的大量情报行动在进行，陆委会应该提醒和国安有关的部分。邱泰山讲，顶礼拜国家机密保护法已经送到国会审议啊。上个礼拜那个国家机密保护法在院长的主持之下呢，已经通过要送到大院来。这里面就包括所有涉密的人员呢，如果到大陆或者是到港澳去，回来的时候，他要有申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建立国家机密保护制度，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所有涉密的人员，到中国也是港澳转来，拢有申报的机制。但今日嘛强调讲，维护国安是无分朝野，拢受国家安全法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赵天麟逼出外演了后，宣布退选。这高雄第6选区也有人想要来争取。市议员郭建明就呼吁讲，莫找别个选区的人来选。暗头也传出上届新的消息，这民进党南高屏提名策略小组评估了后，认为黄捷是上届适合的人选，会向党中央来提名，上紧后礼拜3就通过。那市长跟我们没有那么远，没有理由不见我们。爱讲市长当期卖拒绝沟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退选了后，一直传出选的人也是空降的。想要来接退选立委的市议员郭建明，爱市长莫坚持空降，互当期经营地方的人一个机会。嘛讲愿意和港选区的黄文义议员比民调。第6选区不是没有人，让我们跟有意愿的同志们一起携手做个民调公平竞争。连任5届议员的郭建明是公开话话，唔拿对当期卖嘛，爱党中央听入去，莫伤害在地选民的心。另外一个港选区的市议员黄文义态度是转变低调，伊发声明讲家己是强，但是不爱争，避免党内对立，人选是向党的专力来冲。可以帮总统大选加分，也可以替民进党加分，这个是我唯一的考虑，其他我都不做任何的考虑。必须提出一个有战力，而且能够胜选的考虑。空降人选内面，红讲着上济黄捷，下晡来到新北市替港党籍立委参选人曾佩如来助选。早起伊是讲战输无选战场的机会，但下晡是替市长来斗讲话。伊讲当期嘛，毋是要挺基层，是要找出上适合的战略。那市长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每一席都希望要选上。那我自己的立场就是，只要这个人选最适合，然后大家就全力相挺，一起往前冲。面对地方基层的压力，当期嘛是八千公并无把沟通的门关起来，爱大家尊重中央党部评估了后的人选。敲门时阵嘛，传出民进党南高屏提名策略小组的成员，在讨论和评估了后，拢认为讲黄捷是上适合，会向中央提名策略小组含中执会来建议，上紧后礼拜3会通过。以这个办势来看，黄捷代替来选第6选区应该是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改善这护理师欠人佮加薪水嘅情形，新光病院今宣布，对后个月开始轮3班的护理人员会加薪水1680块，新加入来这人员一个月要43680块，大概有700名护理师会调薪水，那其他较大间的病院也同款有调薪水的计划啊。护理师认真甲病人上新的病房甲用药记录来交接，为每一位病人的健康来监管。不过护理人员就愈来愈少，为了甲人漏掉咧，后来新光病院宣布对这个起轮第3班的护理人员全面加薪1680块，新进的人员每个月调薪到43680块。从疫情到现在，就是上班的时数也比较多，那休假天数也相对比较少的状况，就是大家都是比较辛苦的。经过这摆调薪，新光病院讲，大约8成护理师，大约700人薪水会增加。这摆宣布加薪，主要希望调整医护台务，改善就业环境，达到带头引领的效果。也希望13万有执照，也过无做这个行业的护理人员，搁转来工作。31万的有这个执照的护理人员，有13万人是目前没有在我们第一线职业的。我们透过今天这样一个加薪的措施，希望能够召唤这些兄弟姐妹们，能够回来我们医疗的第一现场。改善医护人员薪水嘅问题，真侪间病院拢有加薪的计划，像是中基病院每年7个到8个调薪，9个入户头；阿东病院今年9个按病房的级别加薪，上悬1500块。另外，大安病院甲国泰病院明年也加薪。虽然离我们加薪的幅度还有点距离啊，不过我想这是医院释出的善意哈，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医院能够这个见贤思齐嘛。整个医院职场环境改善，除了政府责无旁贷，那我觉得医院也是我们护理人员直接的雇主。职场环境改善，其实确实是没有局外人。
卫福部讲，照国内全部护理人员有伫工作的12月23是189636人，比一个增加3056人。不过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认为，护理人员无够，比照护员较严重，政府应该听取建议，提升护理的薪水，才有法度彻底改善护理人员无够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小连续发生大型车的交通事故，立委就呼吁讲，这交通部就要学日本，若准这驾驶违规，驾驶的公司也要连带受到停牌处分。若准是一直违规，就要剔除营业执照。交通部公路局表示，拍算甲这记点，佮着改高风险驾驶调转来训练，也甲游览车 GPS 速度警告修正到超过限速就警告。10月24日，苏花路龙泵坑内底发生沙石车违规，造成连环车祸。立委柯显智讲，这台弄着人的沙石车是业者招呼同运的，这2年都是超速违规，都去用罚41届。另外，还有其他各种的违规，拢总161届。批评讲，伊根本就罚唔惊，才会个发生事故。伊根本就不在乎要被罚多少钱。那就算司机这个记点太多，吊销执照又怎样？我就是继续无照驾驶啊！最近真正传出大台车的交通事故，立委呼吁违规驾驶所属业者，嘛要受到车辆吊牌停驶的处分。若累犯呢，更较应该停止营业，甚至是撤销执照。运输学者认为讲，单法虽然有效，不过因为国内对交通安全的意识无够，若要修法，应该检视所有车路顶违规的情形，为自家用的车到营业的车，拢应该同步来检讨。全世界各国的法令不是只有对职业的驾驶职业的公司，甚至对于我们一般的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要求都是很高的。比如说一些超速啦，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定的违规的话，我想我们就会把他这个就是这样子的驾驶人把他要求要来做这个召回的训练。交通部公路局回应讲，当地研究几啊届启用记点，游览车高风险的驾驶要甲调回训练。另外，游览车 GPS 速度警示系统会由限速加10%，修正做达到限速就会警示。目前公路法内底对客运甲货运无共违规的情形，拢有相关的规范。有肇事记录的业者，应年评鉴会无列顶，每个月至少查核1届，会继续随时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一直有争议的台北大巨蛋总算到试营运的阶段。台北市长蔣万安亲身去到现场体验，也宣布11月18日试办比赛，到时阵会开放球迷入场。不过有人伫咧烦恼讲，这白色椅甲球的色水是真小碗，会影响到球员接球。王雄表示讲，外国也是有用这款的色水，听候实际使用过才来做调整。台北市长蔣万安徛起投手区亲身开箱大巨蛋。台北市建管处20核准大巨蛋的使用执照，11月就要开始试营运。大巨蛋启用要到啊，针对民众认为球场大荧幕伤细，万雄是表示，荧幕的寸尺是全台湾上大的，保定着未来会当搁做调整。实际入去场内，椅仔的色水是乌白交叉，有球迷是烦恼。白色椅仔加棒球的色彩上活，会影响球员接球的表现。这一颗台湾第一个巨蛋，不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白色座椅的巨蛋。既然执照给你了，蒋万安请硬起来，要求远雄该改就改。其实，在座椅的部分，它在舒适度还有它在颜色的部分，事实上在很多的国外都是有潜力的。会不会造成在比赛当中有影响的状况？我觉得还是要透过球员的实际回馈。假设真的有的话，那我们就来做改善。蔣万安表示，会甲万雄沟通，是毋是加装椅套，避免假球的情形。7月中有请大联盟专家来指导，归纳出4大类的建议，包括本垒棒内野防浪软柱、投手区连接草皮平顺、投手棒宽度差1公分嘛爱改。已经要求万雄完成各项的改善，拢以球员甲看比赛观众安全做考虑。大家都知道市民朋友迫不及待，但也顶住压力，用最高的标准来检视。我们在11月会举办2场示范赛，12月我们预计举办亚锦赛，届时会有亚洲各国队伍齐聚一堂，在大巨蛋。大巨蛋甲国父纪念馆连通道工程已经完工，各馆配合工程做景观的调整。未来大巨蛋会当直接透过连通道到国父纪念馆协助人员疏散。记者综合报道。
伫台中有通讯行骗大学生签约，讲买手机啊，便用信用卡就会当分期纳贷款，而且现场阁会当摕到5000块。这学生毋若无摕到手机啊，阁去互用资公司吐销，敢若逢甲大学就逼到100个囡仔哄骗，警方目前也当咧追查。学生想要买3C 产品，却成为无卡分期的诈骗对象。有受害学生的家长指控，囡仔透过一个林姓男子，进入一间通信行来买手机啊，不过商品无摕到，还佫必须要派无卡分期的贷款。那个诈骗的话是我的前同事，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能不能帮忙，就是用我学生的身份，然后去帮他购买那个苹果的商品这样子。然后可以拿5000块，然后其实我觉得不是还好，主要是想说就帮忙一下。那我儿子最低的，他可以拿5000块，然后再来介绍人，就我儿子的同班同学可以拿3000元。我儿子明明没有拿到电脑，但是店家要他赖这一句话。家长指控，这个男子以投资为伪术，鼓吹学生来过这间通信行来申办，唔但使现摕5000块，还佫会使用3C 产品来另外储备食红，请学生签下5到10万不等的无卡分期契约，然后还佫被要求爱找下线，由学生另外找其他的同学来加入，造成更加侪人受害。他们总是会有一个领头的啊，领头的就会去带他们去买 Apple 的东西啦，他现在是卖电玩的东西啊。学生本地以为是稳赚袂了，还佫会使赚外多啊，不过最后无摕到产品，还佫被融资公司来催纳贷款。目前已经传出，包括着逢甲甲东海大学，拢有真侪学生受害。而逢甲大学表示，伫这个月10号接到学生通报，已经启动校安通报，目前有81个学生已经报案。在前几期他都会付款。所以这些持续付款的过程中会清偿一些贷款嘛，所以清偿贷款过程中，同学觉得说，他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警方已经掌握犯嫌，在追查中。那目前也检具相关的资料，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中。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收到2间学校的学生报案，嘛锁定一个男子追查，已经扩大咧侦办。除了会厘清契约的细节，男子是毋是有施以诈术，以及是毋是有其他被害人是后续清查的重点。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伫咧云林虎尾有一间交警呢，利用一间收起来 KTV 做暗号，这警方26半暝去敲，抓到7个嫌犯，还佫来遮跋架交卡49个人，现场佫再查扣现金264万，专案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已经无咧营业 KTV， 警方为后门的小门弄开后，发现内面估计40-50个人正咧跋架，看到警方上门，都可以赶紧将倒进4个乱踢。但嘛是被云林的警方一查到，害怕钱被没收，所以在现场四处的沙发、夹缝处，还有身上鞋子里到处的藏钱，然后总共查获抽头金达42万余元，另外没收的赌资有221万余元，总共查扣现金总共是264万。警方表示，10月7日接到线报，有流动的赌场流传到虎尾辖区。经过1日的布线和监视，发现这个赌场的负责人张贤向当事处租用已经无咧营业的 KTV 场所，利用按时9点以后到下早的时间来跋架，连住在附近的民众都无发现。他们利用这个歇业的 KTV 场所，可能就是这个处所，他们觉得比较安全。场地又比较大，原本这个 KTV 就是有一个利用那个舞池，来当他们在聚赌的地方。是阮会转去透早8点就来啊，拢是安尼上下班啊。所以平常时拢做真正常。无感觉什么异样呢？系啊。超过半年无咧营业 KTV 变赌场，搁可以避开一般民众的做事时间，大号完全唔知才有民众伫遮跋架。警方询问后，将经营赌场中涉嫌犯等7人，以违反跋架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另外，赌客49人，以社违法财法，继续用云林报道。咱拢是希望讲，这规世人上好莫坐到救护车。不过，伫咧台南中西区有一个查甫人，伊是无生命危险，却是去病院的时阵，定定敲电话叫救护车来甲载。这台南市消防局统计，今年已经叫53届咯，甚至伊一天捌坐4届救护车。落尾，这消防局依照着台南市救护车收费执行要点，该开一张1,400块的收费单。
未来也要研究办法，避免出现这款浪费救护资源的行为。 消防局119的勤务中心，逐天的消防救护案件多，但是问题就是有一寡民众明明是紧急的救护，嘛是都要叫救护车来载，送到病院。有什么慢性病史吗？不是，你刚才有报案件？没有，只有单纯肚子痛。什么状况？近期台南中西区有一名男子，每一次要到病院来看病，就打电话叫救护车，附近几个分队拢去用排过，统计一天叫救护车高达53处，还有一天坐4处的记录。本月21号，救护人员将伊挡袂掉，开出收费的通知单给伊。10月的部分就是这个月，它的频率越来越高哦，可以高达21次啊。那在历经3次的访查，可是未见有成效，我们救护同仁就向他开了这个收费的通知单。毕竟还是有很多人需要就是救护车这个资源，那它是属于大众的一个公共资源。只罚这么一点点钱，我每天喝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就超过这个钱呢。 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应该有罚则。不过，一张14块的收费通知单，恐惊合作的成效是无好。我们会来跟这个召开会议啊，对于这一个滥用的这个处罚能够再加重啊，提高那个比例。台南市消防局是强调，救护的案件是逐天拢增加，但是嘛有真侪慢性病患或者是啉酒醉的民众，是尽管是叫救护车坐到病院，都为了省一条交通费，煞滥用了宝贵的救护资源。针对这款把救护车当作客停车的行为，嘛要用办法来阻止。记者王正훈台南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后边各国领袖26日在比利时召开领袖峰会，呼吁以下战争就要赶紧停战，但后来进行加沙地区的人道援助。那讲到这联合国各国代表是出席紧急会议，说针对停战是要暂时停战，或者是完全停战的争论。哈马斯是对外宣布讲有50名人质在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区的战火当中不幸来归亡。 以色列继续对加沙空袭，和加沙地区死亡的人数一直升悬。欧盟峰会日表达对加沙局势真关心，为了实施人道救援和物资进入加沙，呼吁双方暂停战争，方便设置人道走廊。Nous avons beaucoup discuté de l'impérieuse nécessité d'agir sur le terrain humanitaire. Nous voyons bien la détérioration sérieuse de la situation humanitaire et l'importance de développer l'ensemble des mesures possibles pour garantir l'accès aux équipements et à l'ensemble de l'aide dans le secteur humanitaire. 欧洲理事会伫声明内底，搁一摆用上强烈的讲法，谴责哈马斯伫以色列各地发动的攻击，是利用百姓做人体盾牌，嘛是真残忍无分你我的恐怖攻击。 在着以色列的攻击，伊斯兰武装组织哈马斯讲已经有50名人质和空袭崩死。另外，以色列随时有可能对加沙发动地面战争。哈马斯伫加沙的地下所挖的地道，嘛因为过去的宣传影片曝光，这嘛对以色列军事甲救人质的行动造成障碍。 另外一方面，联合国第26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巴勒斯坦大使是呼吁各国支持停火，批评过去几国无支持的国家。1000 Palestinians killed every day. Why not feel a sense of urgency to end their killing? Nothing can justify war crime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Nothing can justify the killing of a single Palestinian child. 因为各国针对要暂时停战，也是完全停战的问题，意见无同。联合国会伫当地日期对是不是爱即时停火决议案做表决。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 斯洛伐克新政府伫拜三上任，而且是立场较瓦罗西亚的费科登来做总理。一上任的过当天呢，就随宣布袂阁再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也要重新检视对罗西亚的制裁。伫欧盟领导人峰会顶头，费科就和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做伙反对提供予乌克兰500亿欧元援助。 对总统手来接下任命中未遂夺下胜选的斯洛伐克方向党领导人费科，离了重新来登上总理一职。全领新内阁团队正式上任，这位立场亲俄罗斯的新总理选前就大话暂停军事援助乌克兰。伊上任过当天就马上讲安尼就安尼做。Ako predseda vlády budem podporovať nulovú vojenskú pomoc Ukrajine. 除了前政府答应乌克兰的6亿8千万欧元可能就此消失，费科政府也打算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 Ja nebudem hlasovať za žiadne sankcie proti Rusku, pokiaľ nebudú na stole analýzy dopadov na Slovensku.
Ak majú byť nejaké sankcie také, ktoré nás budú poškodzovať, ako nás poškodzovala väčšina sankcií, tak ja nevidím žiadny dôvod podporovať, čo je len odkazy. 费克的态度引发外界烦恼，讲后面援助乌克兰立场可能陷入分裂，因为甲费克徛伫同一阵线，也有相款亲俄罗斯的匈牙利总理奥班。How will you explain your meeting with Vladimir Putin to leaders here? You know, you mean President of Russia? Yes. Okay. Russia and Hungary has a common neighbor called Ukraine, and we have a peace strategy. So we would like to keep open all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 奥班伫26个欧盟领导人峰会反对欧盟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援助。费克是以乌克兰内部贪污为理由，对金钱援助乌克兰态度保留。两个人互相呼应，因为欧盟的预算必须经由会员国一致同意才获得通过。第种情况下，援助乌克兰的经费一定受到拖延，互乌克兰的反攻前景出现更加多变数。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美国缅因州发生枪案，造成18人死亡、13人受伤。警方也公布现场相片，有查到一个查甫人，伊是举手枪来犯案了后塞车逃亡，目前是还未抓到人。美国总统拜登也下令降半旗表示哀悼 ，FBI 也去到现场协助调查。路拢空空，无人也无啥车。所有店拢关起无营业，警方伫咧路的菜路上清查可疑的车辆。美国缅因州第2大城路易斯顿25案发生枪击案，造成严重的死伤。当局表示，凶手是美国陆军后备役士官，去年热天捌伫咧精神病接受治疗。Makes it a lot harder to, wrap your head around that somebody could just go out, having mental issues, whatever. I deal with mental issues every day, and it's not one of the things I would think to do, It's heartbreaking. 警方公布犯罪现场的相片，40岁正手卡德穿着土色的外套，手拿一支半自动的步枪，伫案发了驶一台白色的车逃走。警方封锁全市，叫民众无必要迈出门，出动大批警力抓人。I'm profoundly saddene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to report that 18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and 13 people injured in last night's attacks. This is a dark day for Maine. I know it's hard for us to think about healing when our hearts are broken.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白宫加所有政府机关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联邦调查局的干员也到现场协助调查，并且提供监视支援。白宫也发声明，呼吁国会通过法案管制枪击。The House has a new speaker. Who he said he's ready to get to work and to find common ground. Now is the time. Now is the time to find common ground. Let's work together to ban assault weapons and high-capacity magazines. CNN 上新的消息指出，警方已经发现这台白色的车，并且伫咧超车内时阵发现一支枪，正伫咧调查是毋是犯案的枪。公视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美国的洛杉矶因为这厝伤过贵，唔但买袂起，也是租袂起。有落无厝的人有75000多人，其中有14000人左右是甲这露营车当作厝一个生活，这引起占用公共停车空间，也有环境卫生安全等争议。洛杉矶市议会8月底有通过露营车使用甲买卖规范，希望会当减少社会乱象。洛杉矶郡的博本克有世界媒体之都的号称，因为国家广播公司换到迪士尼公司，也有美国广播公司的媒体总部拢是伫遮。东西向的森林草坡大道，一个看去，大路两边拢互露营车占掉咧，有的一个停就几啊个月，甚至是几啊年的时间。In 2011, I became homeless because I couldn't afford my rent, and I ended up living in tents or bushes or whatever. Then I got into an RV, and that's more like a home kind of thing. At least there was shelter.
洛杉矶无在调尾处无能力阻处流落轨道上的人数有75000人，其中14000人是住伫路洋车，真最标准的住伫车内的族群，引发占用公共停车空间，也有环境卫生甲安全的争议。路议员帕克对路洋车的使用甲购买提出必须要立法规范动议，希望使整顿这种乱象。第二底伫市议会得到无异议一致性的通过。Sure. So we have thousands of businesses that are being operated on our city streets, and so the new ordinance would require the sale or lease of an RV here in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to comply with all other state and federal laws, including that the operator have a valid driver's license, that it meet basic operability standards, as well as things like fire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不过，伫洛杉矶地区专门为轨道上的游民提供服务的社福团体 PARS 却是有无同的意见。You know, I think they have concerns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the RVs, or maybe it's taking up parking, and so we know that folks do get, you know, upset about that situation. But from the unhoused community, it's definitely an alternative to living in a tent. 洛杉矶公共政策中心的资料显示，全美经济规模上大，排上世界第5大经济体加州，总人口内底有将近1/3人是外地的，产车也是外郡产车的水平。其中，一个以洛杉矶郡的产车指数是上悬的。国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国防部昨公布，中国的山东男儿6经过巴士海峡，这日到西太平洋的监控相片。国防部长郭国正表示，掌握到山东南边队过一段时间就会进行大规模的演训，不过保证为这届出动对台湾有针对性。国防部今日也公布有35台中国军机扰乱台湾，其中有1台是中国版本的死神无人机，是搁再射台湾一日。也那陆军中青17号操演，今仔是最后一天。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去视察，肯定国军整体防卫战略。中共继续对台湾军事施加压力，国军26日公布，中共的山东舰经由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的监控相片。国防部长柯国正讲，山东舰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大型的演训。它每定期或者每隔一个时段，它都会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演练，这我们也持续注意到。这回并没有我不认为有什么针对性的。那山东舰国防部也公布查到35架中共军机，15架中共军舰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3架军机超过海峡中线，其中1架 BZK-005 6版死神无人机也一直射入台湾列飞。共军扰台，或者是所谓的经济制裁，甚至是以商逼政这样的方式，只是把这个两岸的关系、人民的关系越推越远了。个人觉得大陆也是在做一点步步进逼，已经改变现状了，他已经正在改变现状。我想共军扰台已经变成日常，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战战兢兢、小心看待。国军若展现侦察能力，离一开始的7港6面陆军中青17号实兵操演，也展现防卫的实力。总统蔡英文27条公告，嘉义市都肯定国军整体防卫战力的提升。这场操演长达7天，不仅没有既定的演练时序，更全程以实际的对抗式的模式来展开。同时，我们更结合了三军联合、兵种协同作战，以及各县市后备旅支援等行动，都是要将实战化的训练落实在操演之中。蔡总统也调降颁发加菜金，为免国军操演的辛苦。这摆演训为了真实无调降来管制交通，参加演训的红七2型无人机陆军随机系统，也有分8架车，拢自家己制造，典型国防自主能力继续提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中国伫咧南海继续军事比拼。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公布影片，指控中国军机用无安全、无专业的方式挖进美国军机，这行为是真危险。不过，中国也公布影片，讲美国军舰呢8月伫南海，佫落改甲因的军舰唱声。也那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美国，美中拢表达出应该爱恢复军事对话态度。中国军机占10日伫暗时持续挖进美军 B-52轰炸机。这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公布的影像。美军批评中国军机伫南海以无安全、无专业、无受控制、超紧的速度挖进美国军机，捌离无3公尺，差一点就弄着。
美中伫南海一直有冲突，中国嘛有话要讲。专家用2架中国军舰的视觉呈现，中国国防部公布影片，反抗美国军舰8月份伫南海挖进骚扰中国海军的舰艇，还佫几架甲因讲。虽然美中伫南海军事竞争的意味真高，不过最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美国，26拜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时阵，领导讲中美应该恢复对话。中美关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杂音，但是我们淡然处之。因为我们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谁胳膊粗，也不是谁嗓门大。But it will also be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ways in which we can continue to keep these channels open and to try to get open the military-to-military channel communication, which is still closed. 因为王毅甲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会谈，美国总统拜登嘛有可能会接见王毅，希望重新启动去年8月到中东的美中军事沟通甲互动。学者分析，美国甲中国看作是可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甲影响力的国家，不过嘛希望莫真正踢破面。美国是把它定位为是唯一具有意愿跟实力改变既有国际秩序的国家。这样的状况之下，美国一直在讲说希望建立防护栏，要避免竞争沦落到军事冲突。学者认为讲，美中还佫伫咧竞争坐过合作的关系。不过，美国会派军方的代表出席月底北京香山论坛，强调美中军事对话会慢慢恢复。因若王毅访问美国，马航看作是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份出席旧金山 APEC 甲未来80会铺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总统大选，外界继续伫咧关心这拿白合的进度。国民党还有其表示，本地今仔日是要喊民众党的郭文哲来政党协商，说是时间搁再延期啊。还有其是甲郭文哲喊声，唔通搁再拖落去。也若这个郭文哲是呼吁国民党应该爱想看卖，安怎推出上界强的人来参选。2024大选剩78天就要到啊。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公布主题政策，包括公体多元6项措施，幼儿升加有厝通住，主动炒房稳定厝价，途径升级有保障4大主张，发出要达到居住正义甲120万户，推动公有地上权主体。不过外界也是持续关注拿白合的进度。侯友宜讲，甲民众党郭文哲讨论，到尾政党协商，整整过10天。伊讲原底27要协商，煞搁延期。伊甲国文哲话讲，唔通去拖。你先把总统的方式先跟政党赶快做决定，我一定在政党协商的过程当中，不是你要不要排除我，我是最重要的角色。国文哲找专家学者讨论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为安尼才会当互小党空间，减少政治对抗，增加政策的延续性。对政党协商，国文哲回应讲，伊同款希望会当赶紧有结果。如果这个总统没有合作，其他都不用谈。这个就是典型的用个人的利益去绑架全体的利益。我的战略目标是赢得总统大选嘛，我也希望国民党用这个思维来决定他的战术跟战斗。因若要拼独立参选的郭台铭，连续5天无公开行程，不过伫人面册铺文，甲支持者发声。人数进入上尾阶段，希望组织正人的力量。因若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出席台湾资本市场论坛。那我们一定要稳定的供电给这些企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科技协助这些2万多家的公司能够进行节电。赖清德嘛特别表示，希望推动能源转型，甲建立产官学研究平台，执行企业甲民间深度省电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10月27是世界影音遗产日，今年也拄好是国家电影厅视文化中心做所谓典藏修复业务的10周年，特别举办修复成果发表会。今年计共修复10出的电影，这台语片就5出。其中上界重要修复成果，就是这林福地导演的台语片《夕阳西下》加《琉球之恋》，是这中心对美国找回来的重要作品。
国家电影中心一直拢真拍拼，在做影视资料的典藏、保存和修复。10月27是世界影音遗产日，今年也拄好是中心所谓典藏修复业务的10周年，特别举办修复成果发表会。今年度计共修复10出电影，其中上重要的就是林福地导演的台语片，是用西夏和琉球之恋。较可惜的是，目前敢若找到华语配音的版本。文化部和公映中心嘛答应要甲中心配音做台语版本。咱是第一期的彩色片的台语片，应该甲还原倒来，配音配倒来台语的。所以真正在做啊！拄啊，咱迄个王市长嘛讲，所以开始要来 casting， 要来找南国伊登高一夫，咱迄个用咱即个上优美的台语的方式，来甲还原倒来。林福地因过拍电影上无到60出，后来虽然一部也用要找无。2019年，意外伫美国旧金山老戏院戏台卡找到是用西夏和琉球之恋的 copy 带。公映中心甲做数位修复，佮邀请导演林福地和当年的演员周游来到现场。那大都会修组，敢修了，所以我的戏，林导演的戏都在那儿冲，所以他的戏也没有啊，都没有存在。台语片最后的2部戏，所以不知道好不好看，我都没有看过，我家己就惊啊！我迄阵到底是安怎拍？影音修复唔那是和时间走相约的比赛，也修复济影视工作者当年的梦想，嘛互咱认捌家己的历史文化。公映中心自27至29办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就包括是用西夏甲琉球之恋，要邀请民众做伙来看台语片时代的珍贵资产。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逐年拢会举办新文化运动月相关的活动，互大家来认捌蒋渭水等人物推动思想文化改革过去。今年活动就特别收煞咯。不过，因伫咧这个时阵是搁再推出一个创作艺术节，互剧团以新文化运动月历史做主题，改编做舞台剧，要互观众用全新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大林歹势啦。阮遮吼无适合你啉的酒啦。你真的要用这种态度对我吗？到时我3天2头来给你查个水表。演出日本时代台湾百姓甲日本警察交涉无奈的模样，这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地景事件100年纪念创作艺术节，以台湾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地景事件为主题，剧团改编做3本剧本，通互硬扁扁的历史变做好看的戏剧。总督府针对咱遮的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全台湾的大逮捕。这个问题，伊是一个表现出来是讲总督府有掠人，也毋过咧，其实伊是有足侪物件会当去讨论。工作的小人物也好，或是社会上生活的一些这些我们可能未曾留意到的人们，在那个时期他们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事件？这摆计划是新文化馆延续去年的读剧计划，邀请参与读剧的创作团体继续发展剧本，然后演出，通互历史事件以无同角度重新解读，也互观众透过看戏对历史产生兴趣。可贵是大家在透过这些资源认识的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对这段历史是有兴趣的，他们可以自发性的想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大正12年的编剧刘永成，他其实是在认识这段历史之后，他自己跟我说，他觉得他好像喜欢上了这段历史的陈述的方式。新文化馆逐年举办的新文化运动会，今年这届就要收尾。馆长柯美惠表示，今年的新文化运动会有以 AI 技术重现历史，也以音乐会方式参民众互动。发现这款方式民众反应拢袂歹，愿意开始了解捌发生伫咧台湾迄段思想活泼发展的历史，对官方来讲也是一个真好的经验。记者温条水台北报道。互人评论做是世界10大困难赛道的台湾 KOM 自行车登山王国际赛，27日在花莲举行。这届有37个国家700多位选手对特辑谈出发，要骑到海拔3000公尺高的武岭，这是疫情过后上济外国选手的一届。透早6点，花莲汽车潭组织真侪自行车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后，因为选手伤侪，伫台九线还阁小可塌掉咧。不过近日台北线中环公路爬行了后，各车队开始加速。组集团差不多60个选手，主要由为澳洲来 Benjamin Dable 领先。前60名了，加油！前60名加油！
大会表示，今年这场台湾 KOM 自行车登山王国际比赛，市场疫情了后，国际选手来台湾参加的人数上济一届，拢总有776个国内外自行车的选手创下历史新高。有外国选手422位，来自全世界37个国家地区的外籍选手参与。那同时呢，在台湾的部分呢，有300多位参加，所以总共参加人数有700多位。会上侪各国的选手，因为路线是国际上真罕见，100多公里的路途，为海拔0公尺爬行到3275公尺的悬山赛道，平均爬行3.5趴，有的爬行的角度阁超过15趴。第一次啊，为什么会想要来到台湾来参加这个比赛？很特别，第4次啊，风景很漂亮嘛，后面特别难骑，特别想来挑战。比赛结果，男子总排名第1名，由澳洲 Benjamin Dable 以3点钟16分09秒打破 KOM 的纪录。女子总排名的头名是为日本来的 Shoko Kashiki， 以4点钟5分26秒摕到金牌。国内总排名的冠军是黄冠霖，以3点钟34分06秒完成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对今仔开始呢，受到这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也有华南云气刷来到台湾顶头，所以对拜五到后礼拜一呢，尤其是这正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温度会较低，也那各地头的天气也是无稳定，较高落雨，请民众爱特别注意。北台湾了后的反冷天气有较秋晴，气象署指出，自拜五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加上华南云雨区刷向东边过来，按拜五到后礼拜一，各地天气会较无稳定，尤其北台湾温度降4度至6度左右。另外，落雨情形北部、东半部因为地正方面较高落雨。今明2天迎风面北部、东半部地区下雨情况比较明显之外，周日到周一这段期间，北台湾的下雨的情况有可能再更缓和一点点，下雨的情况更局部、更零星。不过中南部地区尤其要特别注意，在中午过后到下午这段时间，下雨几率也都是比较偏高一点的情况。虽然东北季风增强，不过气象署讲其实也无甲真冷，北部东半部上低温也阁有22度，也那中南部爱到拜6礼拜才会反冷，到后礼拜2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各地气温回升，水气嘛减少。整体来说，中南部可能都还是维持在26到28度的高温的情形，各地都还是要留意这段时间，早晚一定是比较偏凉。北台湾地区整天都是比较偏凉的情况。最后，气象署嘛提醒讲，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到彰化、恒春半岛也有外岛地区可能会透强阵风。另外，伫台湾海峡这边的海涌会较大，请民众要加注意。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台湾的雕刻大师朱明今年过身，伊的太极系列铜雕作品，1986年放伫咧高雄的中正运动场，到今是要40年咯。为着要修复伊的作品，目前是刷到高雄市立美术馆，按算11月底会当修复完成，到时阵也会展览给大家看。伫美术馆后边的铜雕作品，顶管有刻字，也是修正液写过分页，修复师摕工具深度修复。这是朱明老师太极系列铜雕的作品，由朱明美术馆修复师特别落难亲自修复作品。修复现场馆方嘛是头一摆用透明的网仔，要让民众会当参观修复艺术品的过程。真的话，其实我对朱明老师的作品就有稍微看过一些，然后也了解。略知一二啦，对，然后其实他这一次做这样的一个修复，那未来会在美术馆做一个陈列跟展出，我也是相当期待。有被修复，我觉得代表说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应该是政府或者是社会环境嘛，开始重视文化资产的保存。1986年，朱明大师完成这两件作品，就放伫高雄中正体育场，到大约40档。因为长期放伫外口，吹风晒日，雕塑的作品唔有汤软，嘛有人为破坏，亲像刻字也是用修正液写字等等，拢是歹修复的工课。从中正体育场那边移回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看到它上面有一些刻字，然后甚至是就是立可白留下来的一些痕迹。目前修复师正努力的来去让作品恢复到最好的一个状态。放伫运动场的两件作品是9月底刷到高美馆，由3名修复师轮流修复，按算11月底完成。到时朱明大师的作品就会伫高雄市立美术馆户外来展出。记者张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
卫福部中华老人养护中心其中这安宁服务，但年是服务超过50个病人。不过因过这家属部独立的空间，甲亲人讲心内话，今麦有先进人士捐款，甲本地仓库改变做是陪伴空间，会当陪伴亲人行人生最后一段路。独立的空间有眠床，边仔阁有碰椅，这是卫生福利部中华老人养护中心新设的一个安宁缓和空间，希望病人伫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会当有较舒适的环境。因为阮是公立的单位，吼，那这经费主要拢是用伫这时代照顾的面顶。足幸运的有一个善心人士来甲阮捐款，帮助阮设立一个缓和照顾的陪伴的空间吼。我感觉生命咱无法度掌控，如果伫人世间最后的一段路有一个真好、真温馨的空间，那咧生死应该都不是遐尼啊恐惧，搁呢遐尼啊艰难啊吼。捐款前，苏小姐的亲人捌伫养护中心住过，真感念护理人员的照顾。同款是亲人捌接受安宁服务的老小姐表示，有独立的空间，对病人、对家属来讲，拢是真要紧的代志。因为当时就是混在一起会客，一些不舍的话也会引起其他家属的侧目，这样子对长辈的一些亏欠啊，或是爱语啊，就是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把情绪都抒发出来，这样子。养护中心主任陈志伟表示，这是中华关基自行机构头一个设立安尼的缓和空间，希望会当影响其他单位做伙来做，唔但互家属有独立的陪伴空间，嘛望病人伫人生最后的路会当过了舒适有尊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流氓的西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就指控讲，北京政府伫咧西藏建立寄宿制学校制度，强迫100万的西藏囡仔爱含成人本钱，就爱去学这汉语。西藏人也伫咧烦恼讲，这后一代西藏人唔但失去保语，也失去对文化认同感。这西藏的囡仔当咧排队，等要摕学校营养午餐。过去几10年来，中国甲西藏各地乡村学校关起来。用集中式、多属性的学校来取代。流氓众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控诉讲，多属性学校的制度压迫4岁至18岁西藏的囡仔甲青少年，都要甲因的亲人分开，数量有甲100万人。教学的环境是采用全汉语，而且灌输学生中国式的爱国主义。Biggest question, of course, is why are so many Tibetan children living in boarding school and from such young ages. Regardless of arguments about the rural, sparsely populated nature of Tibet, you just do not, in good conscience, take young children away, especially young children,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and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d put them in boarding school at the rate that they are in Tibet. 因为学校严格控制家长探视，在特别的情形之下，囡仔半年才会甲亲人见一面。另外，宿舍、运动亭、甲老师的办公室拢有监视器，确保老师敢若会用中共批准的教科书来教学。因来遮教册的老师，拢是为外地来少年老师，拢袂晓讲西藏语，嘛无西藏民族的文化背景。这款的制度引起联合国、美国甲西方国家的批评，而且美国伫今年8月底宣布，对强迫同化西藏儿童、消灭西藏语言文化的中国官员实施限制签证的制裁。不过，北京是以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来回应。我要强调的是，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当尊重事实，恪守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否则中方必将作出坚决有力回应。一个无愿意徛命的西藏人讲，其做入学，就代表伊的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当讲是无法度受到教育，地位恐惊进一步方便演化。联合国今年另外一份报告嘛指出，数十万的西藏人民被逼迫离开传统农村的生活，接受低技能的职业培训，利用这点来弱化因的身份。不过，中国外交部反击，讲这个报告根本就无根据。不过，西藏的人民更较烦恼讲，甲囡仔甲亲人分开，愈来愈侪囡仔被逼迫汉化，少年一代西藏人恐惊会失去母语能力甲文化认同。公司新闻深度陪编译。
今仔日受到这东北季风影响，全台湾拢会感觉较凉冷，特别是早暗温度会差真济。也若讲到这个食方面的北部、东北部水汽增加，中南部也会落一寡雨湿啊，天气是真无稳定。平常若要出门呢，就爱记得早雨伞。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继续咱做回来详细看。吉隆到新竹对22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27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